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今晚要講嘅係改編自德國經典童話，亦都係世界著名芭蕾舞劇嘅故事《胡桃夾子》。準備好，我哋一齊走入去克拉拉嘅聖誕奇幻夜。聖誕夜，雪花紛飛，克拉拉同佢嘅細佬弗里茨興奮咁等待住佢哋嘅教父卓斯密爾先生嘅到來，佢總會帶嚟最奇妙嘅禮物。卓斯密爾先生終於到啦，佢係一位技藝精湛嘅玩具製造商，佢帶嚟咗一個神奇嘅玩具城堡，裏邊有識跳舞嘅小人公仔。但最特別嘅禮物係一個胡桃夾子，佢着住一身鮮紅嘅制服。克拉拉即刻就中意咗呢個胡桃夾子，但弗里茨十分妒忌，佢搶走咗胡桃夾子，仲唔小心整甩咗佢嘅下巴。克拉拉傷心咁喊咗起嚟。卓斯密爾先生安慰克拉拉，用手巾將胡桃夾子嘅下巴綁好。克拉拉小心翼翼咁將胡桃夾子放喺玩具櫃入邊，希望佢能夠快啲好返啊！夜深，克拉拉瞓唔着，佢偷偷咁走咗落樓，想睇下佢嘅胡桃夾子。就喺午夜鐘聲敲響嘅時候，客廳裏邊嘅一切都變到唔同晒。一班老鼠從牆壁嘅窿入邊轉咗出嚟，由兇惡嘅老鼠王帶領住。玩具都蘇醒過嚟，胡桃夾子帶領住一班玩具士兵，勇敢對抗老鼠大軍。老鼠王同胡桃夾子展開咗一場激烈嘅決鬥。就喺胡桃夾子就嚟輸嘅時候，克拉拉勇敢咁除低佢嘅拖鞋，向老鼠王抌咗過去。老鼠王被擊中咗，其他老鼠都被嚇到向四方八面逃走。就喺呢個時候，胡桃夾子變成咗一位英俊嘅王子，佢感謝克拉拉嘅幫助，邀請克拉拉到佢嘅王國。佢哋穿過一片雪白嘅森林，雪花仙子為佢哋跳舞，跟住佢哋嚟到咗一座由糖果同餅乾起嘅城堡，呢度係糖梅仙子嘅王國。喺糖果王國裏面，嚟自世界各地嘅糖果為佢哋表演咗精彩嘅舞蹈。克拉拉同王子度過咗一個神奇又甜蜜嘅夜晚。當佢醒返嘅時候，發現自己瞓喺客廳嘅梳化上面，克拉拉抱住嗰隻胡桃夾子。呢一切究竟係夢定係真實呢？感謝你收聽小兔故事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每個禮拜都有新嘅故事陪住你。拜拜。